哈利路亚！咱要用喜乐的心来学罗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阿门。咱各位唱歌跳舞来学罗。 祝福满满，因每一日的看顾甲保守，咱要用开喙用咱的敬拜来回应伊的恩典，好唔好？这时咱用诗歌继续来敬拜咱的上帝。 中的美事无欠亏欠伊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很香美，都是全能的上帝。
主，阮要学罗你的名，因无煞。主啊，阮感谢你每一日来保守阮的心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的信心，每一日的应带。主，每一日拢需要你的话语来教示阮，因为你是阮喜乐的源头，是阮快乐的源头。主，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，阮要开阮的嘴来敬拜你。就阮你稳定不足前，因信是最救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好顶较无你，心情较无你，拢在你我生命中。主我好大就阮你。不走近，因信是最救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好你，较无你，亲情较无你，拢在你我生命中。到伫现在，你是毋是甲原起初同款，遐尼热情，遐尼听主，遐尼热心来敬拜上帝，遐尼专注在祈祷，起初的热情打落去。上帝甲咱讲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互咱搁伫一摆伫伊的内面，咱想起咱每一日拢需要咱的耶稣的同在，阿们吗？所以主就将迄个基督的权柄，拢赏赐予咱，咱坦然来到伫伊的面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时，咱的心已经拍开，咱要来成做基督的百姓，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、咱的培育学校，已经3月就要开始。
即届也阁有别个教会因嘛来报名伫咱的培育学校内面，伫咱的培育的课程，所以咱会当做即款的事工，互别个教会嘛来得到培育的好处的时候，咱要求上帝，赏赐咱的牧者，赏赐咱的团队有即个智慧甲魄力来分属，来甲因分享上帝的话语，阿们吗？咱这是咱举起咱的正手，咱为着咱的过来3月开始的培育的学校，咱开声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上帝，你的快乐，你的智慧点伫我的中间，主啊，你予因光教会会当有一款上帝来稳定，会当将阮所明白的对上帝来才会智慧，会当来分享出去。主啊，为着是要装备这的心路，为着就是要予你的教会会当得到发展。主啊，这是你的心意，伫这个世代，主你将你的话语深深放伫阮的内面，互阮眼光教会，阮家己家己之外，得到利益。主啊，我就要将这个好处来分予其他的教会。主，阮感谢阿乐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为着你，我需要你，你为我情感你，主的话语感你，我需要你，信心那举手来领起信心，哪会感恩？这是我的祈祷。是我的基督，换我生命多多，为了我主耶稣。是我的主，换我伟大爱你，令我心中的充满。这是我的祈祷。我生命多多，为了我主耶稣。这是我的目标，换我伟大爱你，令我这是我的祈祷。哈利路亚。这是我的基督，换我生命多咱确认咱的生命都归给你。